总是你是互我出老母的胎儿，我伫老母的胸前，你互我靠你。我对胎儿出就交代你，对我出老母的腹肚，你是我的上帝。这叠俄罗念圣诗，圣诗第278首，圣诗第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哈利路亚！俄罗上帝大应显，哈利路亚！天使围雷伊宝座，哈利路亚！为伊仁爱同俄罗，哈利路亚！请咱起立，咱同心齐声来念278首。信徒自集主圣殿。
请咱即时游玩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60篇，伫咱圣诗后面启用文的部分第1107面。启用文第60篇。请咱同心出声来启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躯予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坐下来，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一来，安尼信、盼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请咱同心来祈祷。赐落满满恩典的万权轮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引带阮正当信的儿女，伫主日的早起，搁再同聚集伫你的圣殿里，同心来敬拜阿罗你。亲爱上主，求圣神即时拨开阮一切俗事的颠簸，也除去阮即礼拜中所拄到的一切艰难困苦，互阮有安静的心、平安的神。伫遮，甲众人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并且对心底大声唱出阿罗的诗歌，来称颂你的圣尊名。听阮的上主，感谢你保守阮台湾，互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渐渐下落来，阮台湾社会各层面的生活也渐渐恢复活力。总是恳求全能的上主，
求你毋若加添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气力，互因会当坚守这份拍拼来防止病毒搁再侵入阮的中间，也互阮的全国同胞会当确实遵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切防疫的措施，甲疫苗注射的规定，果然，互阮的日常生活会当早一日恢复正常。慈悲的上主，阮的教会也已经恢复实体聚会，求你保守阮中一同工，伫各牧师的带领下面，同心协力来推动各种的事工，也恳求上主引带阮，还未转来聚会的兄弟姊妹，会当紧紧转来教会，甲阮同心来敬拜你，照顾阮的上主。求你保守阮主内身体欠安、心神软正的兄弟姊妹，互因身体勇健、心神静应。特别是年长的，也求你赐因有健康甲喜乐。但今早起，阮要搁一摆通过阮所敬听各牧师来分享你宝贵的信息，求圣神大大同工伫阮的中间，互阮的生命会当搁较活泼、搁较静应。这点，阮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这点，咱要来讲授上帝话，由咱本堂圣歌队要来学了。因早起所要吟的诗歌叫做《我爱吟讲上帝权能》。
煞接咱来恭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咱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咱要为25节来看到37节。伫咱圣诗新约的部分81面，81面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伫咱圣经81面，现着请听我来读。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试伊，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耶稣对伊讲：伫律法有记什么？你读了怎样？伊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所应的是对，行即个就会活。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对，就对耶稣讲：治罪是我的厝边。耶稣应伊讲：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插绑伊的衣裳，拍伊到半死，放下伫做因去。臭坎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见伊就闪对迄边过去。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看了悠然对迄边过去。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对遐过，看见就怜悯伊，君我用酒停伫伊受伤的所在，甲伊包地。将家己的精神互伊徛，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隔日摕银仔2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若加加，我倒转来才还你。即3人中，你拍算打落一个，做拄着插迄人的厝边。伊讲：怜悯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煞接咱牧师要透放信息，伊今早起所要透放的信息题目叫做《耶稣的披露》第2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披露，好撒玛利亚人的披露。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有2礼拜久的时间，无见面总是今主日，咱阁会通同心伫即个所在来起做敬拜上帝的这段。愿上帝的神即时阵临到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是阮怜悯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主日早起，会通搁再一摆当自执，互阮领受对天顶来的福分。愿圣神即时阵帮助阮，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造就，来得到灵命养赐，也帮助阮伫圣神的启示甲感动的面，会通照伫你的话语来行，通互众人来看见阮是耶稣的学生。阮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伫你面前，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刘兄弟，咱是毋是捌拄着，互家己永远拢会记伫个好厝边，互伊捌为着咱做甚物款的代志，致到咱愿意一世人拢会通记得因的温情。我记得我神学院拄毕业。去到伫高雄迄个所在牧会的时阵，因为迄个所在是我真青训的所在，也迄时阵教会简单一间牧师馆，因为我去遐是甲一个主任牧师做伙同工，所以无副牧
即个牧师馆。所以教会为我安排伫教会对面巷仔内底，会有一间楼仔厝，伫遐2楼的所在，通好徛起。迄阵伫我所住的所在的对面，拄啊有一对母仔囝，即个老母的年纪差不多70、80岁，每一工拢会坐伫1楼的门口，伫遐看人行来行去，奥多摆徛来徛去，因为是做细条巷仔，所以干那奥多摆会通行过去。然后每一工出门去到伫教会办公室，还是讲对办公室转来到伫我住的所在，我拢会经过伊，看到伊坐伫门骹口，我拢会甲伊拍招呼，我拢叫伊阿婆。有时阵，即个阿婆真心实，伊拢会将厝内的一寡水果、汤仔、饼仔，摕来讲。牧师你会通来食看卖来甲我分享。检菜是南台湾的人，一直以来拢是迄款充满热情的特性。阿婆伊虽然毋是教会的信徒，伊虽然甲我无亲情的关系，总是用笑面甲伊面对我，伊会主动向我来拍招呼。阿婆，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每一摆若拄着落雨天，伊拢比我较烦恼，是咧烦恼什么代志？就是我若是每一摆洗衫洗好，拢会将衫晾伫迄个阮2楼头前，有一个露台的所在。迄露台是无厝顶无迄个屋檐会通去遮雨，所以当我每一摆衫洗好，伫遐晾衫。晾好，我就去教会。有当时南部下晡拢有迄个咱讲西北雨所以伊就坐伫迄个1楼门骹口，足烦恼的讲无人去收衫啦所以我每一摆对办公室转来要咧落雨的时阵，即个阿婆就会甲我讲，毋赶紧去收衫因为比我较烦恼，讲迄个衫澹去还阁顶洗伊就讲。我若有锁匙我就去顶悬，甲你衫收收的阿婆伊这话实在是我听了真感动真大心虽然是厝边无啥物款的亲情关系，嘛毋是教会会友，但是伊阁愿意来关心一个拄对北部去到伫南部牧会的一个少年家所以每一摆会通甲阿婆伫遐讲话伫遐开讲其实嘛是一款人际关系真好的建立虽然无机会来向伊传福音，但是至少即个阿婆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伊敢若将我当作是伊的孙安尼咧照顾所以即摆有时阵甲牧师娘咧开讲嘛是会去讲到过去即个阿婆毋知伊即阵是毋是还身体臃肿健康所以即个阿婆互我不计怀念。各位兄弟当咱期待会通去拄着好的厝边的时阵咱内心是毋是会通去思考，咱兼会通成做别人好的厝边？伫耶稣所讲的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检菜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印象真深的故事，也是咱真熟悉的故事。伫顶一摆，甲咱分享即个亚正的譬喻无共款的所在，是即个譬喻简单出现伫路加福音。当咱详细来观看即个故事一开始，即个律法师耶稣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耶稣尾后的回答，互咱大概会通了解讲即个故事的内容是咧讲什么。当然，这检菜是路加福音的作者挑故意记录落来的一个故事，因为这本福音书伊写作的对象主要就是针对外邦人，咱讲非犹太人这个族群。这作者要强调的是上帝也要拯救这群人。
伫即段耶稣甲律法师的对话进前，咱会通看第10章的开始。伫路加福音第10章的开始，经文的记载是耶稣伊找70个人，两个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去到伫各乡社、各城市去传福音。耶稣伫遮有指出，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别工去甲伊修行。恁去啊，我找恁，亲像羊仔入豺狼的中间。伫耶稣所讲的即段话中间，咱会通看见耶稣有3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人对上帝国信息有真迫切的需要。所以伫遮耶稣讲，着爱逼工啊，逼园主，着爱互迄足侪人去修行。因为侪人拢期待会通去领受着上帝国福音，所以着爱赶紧去修挂。第二，因前往的所在真有可能会去拄着阻挡，甚至互迄所在人来拒绝，甚至会充满危险。所以咱看到第10章，第10章的13节所在有特别讲起，遮无愿意领受福音的人，因其实是比过去遐无领受上帝国福音的人，搁较食力。第三，因着爱两个人三角夫妻互相配搭，彼此帮衬，千万毋通单独行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两个人的见证，才会通互人得到信；两个人的自责，主才会甲因三角伫地。检测路加福音的作者伫这项事的以后，特别安插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披露有伊的目的性。咱会通对律法师所讲的“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同在”，作者挑故意将迄个疼厝边这项事，是要扩及到伫非犹太人的族群，因为上帝国福音是普世的。所以耶稣拄则讲，耶稣找70个人出去，是去到伫外邦人的所在，主要是要互外邦人嘛会通领受上帝国福音。咱会通对彼得甲保罗因前后拢有提起一项事，就是讲上帝无照外貌处人，咱看清这个事实。对安尼，咱通知影耶稣伊找70个人，就是前往去到伫外邦人的所在。互咱搁倒来到伫今日经文中间，耶稣甲律法师的对话，大新作者伫遮真清楚来指出，这律法师找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试耶稣。伫经文讲，这律法师要来试耶稣。试这个字伫希腊文的中间，伊其实较无犯罪是咱所讲的试探，伊是讲试验。用试验来翻译是较正确。这个试验这个字，为什么耶稣伊要互律法师来甲伊试验？有学者就指出，真有可能是这个律法师伊针对一个身份不明的律比，就爱做一款检验。因为耶稣伊30岁以后，伊开始出来到伫加利利。去到伫各乡社的会堂内底来传上帝国的福音。你去到伫犹太人的会堂，伊当然知影讲你是对倒位来，毋是讲凊凊彩彩安尼走出来。因为迄个时阵，犹太社会中间有所谓的律比学校啊。这律比学校主要是要培育信仰纯正的律比，也就是讲每一个律比伊的养成。就是爱师出有门呐，就是你倒一个老师教出来，你爱互人知影讲，你像阮读大学，读研究所要写迄个论文甲报告的时阵，拢有一个啥指导教授嘛，你爱知影讲你的指导教授是啥物人啊？安尼才知影讲，你即个学生是毋是出来来讲道，还是讲来去传信息的时阵？是值得人信靠的，所以这个律比学校是真严格，主要是要互人知影讲你是对倒一个老师
嫁出来，毋是半路出师啊，家己一个人出来讲我是一个律比。保罗为着要证明，伊嘛是受过律比学校真严格训练的学生，所以伊捌遐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伫遐讲，伊讲我就是犹太人，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长信伫即个城，做加马列的学生，照咱祖宗律法的严谨来受教示，为着上帝来热心，亲像今仔日恁正人一样。保罗伫遮讲，我是做加马列的学生。加马列伫迄个时阵，犹太社会中间是一个真有名的老师，所以若是讲起即个老师的名的时阵，大家拢知影。保罗伫遐夸口讲，我是加马列的学生，表示讲，即个学生是真正是互人会通学了甲达志。好亲像咱现处是传教者养成的工作共款，以咱长老教会来讲，若是要担任咱本宗的教会也是机构的牧者，就要读咱本宗3间神学院，即个神学院才会通去派任，伫遮接受神学教育，结束以后，才会通受到传道委员会派去各教会也是机构来服侍。若是非本宗的传教者想要伫长老教会服侍的时阵，大心就要通过一寡一个鉴定啊，像讲伊就要做信用个别，也是讲伊就要去补修迄个学分。目前神学院有一个过去伫美国大学神学院毕业的传教者，伊已经互人封牧啊，已经是成做牧师。但是因为伊伫大德教会做青年牧师，教会为着要互伊会通受到一个真完整即个长老教会的神学教育，通成做长老教会的牧师，所以即摆阁去补修学分啦，即摆去补修学分，听候迄个学分拢修完成以后，伊才会通成做长老教会的牧师。所以这是咱长老教会的一个制度。你要成做长老教会的牧者，大先就要通过长老教会的神学教育。所以咱看去律法师伫即个所在会问耶稣即款的问题，主要是要试验耶稣是毋是真正是犹太人系统下面即个纯正的律比啊。律法师伫遮问耶稣讲先生啊，我着怎样才会通得到永活？耶稣的回答真有意思啊！耶稣回答其实是亲像迄个时代的律比共款。当有人来问律比问题，这律比伊的回答就是反问伊另外一个问题啊！伊这是一个反问法，一个反问法，目的是爱提出问题的人家己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才透过伊的回答来甲伊一寡教导。这嘛是耶稣，伊想要知影讲，到底即个提问的人，即个律法师，伊到底针对伊所提出的问题有啥物款的想法？所以耶稣伊爱知影讲，律法师对律法的了解有偌济。这时阵，律法师伊就引用《申命记》甲《利未记》的经文，将10诫有关听上帝、听人这2个大部分的教导来指明出来。伊伫遮讲，就要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上帝，搁爱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伊听了这个律法师的回答以后，互伊真正面的肯定，就是照安尼行有影就会通得到永活。但是这个律法师，伊无愿意真简单就放过耶稣，所以接续就问耶稣讲：治罪是我的厝边，治罪是我的厝边。对犹太人来讲，因简单认定家己的同胞才是厝边，就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才是因的厝边，非犹太人绝对毋是因的厝边。所以因将外邦的民族拢看做是原受人共款。
特别伫迄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来统治，所以因将罗马人拢当作是因的仇敌。就安尼，耶稣用律法书来讲出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要互因会通知影，什么才是信仰中间所教导真正的疼厝边。最后，耶稣就用即个律法书提问，讲你想看，即三人伫中间你拍算打落一个最拄着插迄人的厝边？即个律法书应讲，人民伊的就是，耶稣就对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咱对故事的结局实在是无多知影，即个律法书后来是毋是有认同耶稣的教导，还是认定耶稣就是一位合格的教师？但是耶稣的回答确实也互即个律法书伫即个疼人、疼厝边即项事的顶面有无共款的眼光。拄则讲犹太人敢若认定伊家己的民族才是伊的厝边。但是通过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所行出来的即个代志，要互即个律法书真心去思考，犹太人敢真正有咧疼厝边？毋知这位兄弟是毋是捌听过人安尼讲，还是讲捌互人安尼讲过？基督徒真歹斗阵，毋知有安尼去经历过吼？讲你基督徒实在做歹斗阵的。通常会引起即款的讲法，较侪拢是因为咱伫意识形态，也是讲咱做代志的方式，甲即个世界无共款。但是咱也袂当去怪罪其他的人对基督徒有即款的印象，因为有时阵咱的言行举止真正是互咱感受到讲，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甚至有时阵咱会挑故意甲非基督徒划清界限，你毋是属伫阮即国的，免得咱互人归属，诚做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所以对耶稣所讲这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咱会通有啥物款的信仰反省？互咱大心来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别人的好厝边吗？我是别人的好厝边吗？会记我捌甲兄弟分享过，我做兵的时阵有11个月，互人派去到伫外岛的所在去遐支援。迄是一段我真艰苦的经历。迄时阵，阮即个支援的小组拢总有7个人，除了一位是带队的军官，另外阁有6个是有专业的即个士官。阮有7个人，每一工。阮就是早起8点，工作到下晡5点。落工以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阮即个带队的军官拢袂插阮做啥物代志。所以当阮下工，落工以后，真侪时间，毋是伫中山市内底，做过兵拢知影讲中山市咧创啥，无就是伫餐厅内底，迄阵有一阵仔，阮是住伫过去旧的军官宿舍，所以阮下工以后，就是倒去房间内底，就开始看电视。迄阵敢若3台尔，你也无啥物通好看。就是每一工拢安尼，除了礼拜毋免工作以外，每一工拢是差不多即款的作息。迄时阵，阮迄小组内底，连阮的带队的军官。拢总有5个人，因拢有食薰的习惯。就是讲有2个人无食薰，我其中一个。我这个人真无惯势闻薰味，嘛无真意爱迄个薰味。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考验。就安尼，我开始封锁家己啊。就我拢甲伊保持距离啊，为着无要闻迄个薰味。所以常常伫迄个落工以后。我就是孤僻一个人，家己做我家己的代志，拢无要甲人讲话。有时阵这带队的军官去想到就要约阮几个小组员，去食酒啊，去遐
食宵夜等等吼，去博感情啊吼，咱讲博感情吼。啊，我一般来讲拢会拒绝吼，因为因斗阵做伙就是食薰啉酒嘛吼。啊，为着要保持我是一个圣洁的人吼，我就甲伊保持距离。啊，互人感觉真奇趣，就是大家拢知影我是一个基督徒。吼，即个小组内底，大家拢知影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是一个真歹斗阵的人。正确来讲，我是一个家己掠做是义的法利赛人。吼，因所做的拢是毋好的代志，吼，拢是毋对的代志，也是讲无公义的代志。吼，我袂当甲因斗阵，吼，免得我去染着因迄款无好的习惯。每一摆我回忆这段过去的时阵，我拢会感觉真后悔，因为我毋是耶稣所讲的好处边，我只不过是一个家己掠做是义的形式主义者。我敢若有迄款真敬虔的外表，我常常伫因的面前，就是摕圣经出来看。食饭的时阵，就会有饭前的祈祷。我无法度真正活出迄款疼人的具体行动。我掠准我安尼做是上帝所欢喜的。好像今日经文中间，耶稣所讲的即个祭司甲利未人共款。若是照圣经的记载，圣经学者的研究是讲，因拄啊好，才对耶路撒冷的圣殿伫遐做礼拜结束，所以因咱看经文是讲，因落来去到伫耶利哥，因为迄所在上悬的所在就是圣殿，所以因要转去到去因所徛起的所在，就是耶利哥的所在，就是落来。因经过迄条路，唯一的一条路，看见迄个互强盗抢劫的人，即个人伊嘛是一个犹太人，即个人伊嘛是一个犹太人。结果伊竟然完全忽略即个人。一直以来，拄则有讲，犹太人因无将家己同胞以外的人看作是家己的厝边啊。所以对即个撒玛利亚人，因嘛无认为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因为因无纯正的血统啊。因敬拜上帝，嘛毋是传统的所讲迄个上帝。所以犹太人因无认为讲撒玛利亚人会通真正确来理解上帝律法。当然，因更较无可能会通将律法的真谛来见证出来。所是对耶稣所讲这个譬如知影，遐家己掠准家己真捌上帝律法的祭司甲利未人，因礼拜结束，结果因竟然无法度伸出援手，特别是对家己的同胞伸出援手。反倒是迄个互人看袂起的撒玛利亚人，来做出这项事，伸出援手来好款待这个人。两样这，咱伫亲人朋友、厝边、同事、同学的目睭中，敢是因的好处边，还是讲咱也是耶稣比如中间的这个祭司，也是利未人，也就是讲，咱伫教会内面，甲同性的团体所表现出来的，拢是真敬虔、真有疼心。但是对伫教会外面遐，甲咱无共款信仰的人，却表现了真冷淡。若是咱的信仰敢若停留伫教会的内面，只有同性的团体来付出咱的疼心甲关怀，那呢有啥物通好夸口？耶稣讲，就连遐不义的人，嘛会安尼做。检测咱无学地发现，有时阵社会顶面有一寡宗教团体，也是公益团体，因伫咧对一寡弱势的族群，也是讲社会救助的付出，
其实是无较输咱遮个宗教团体，还是教会团体，甚至有较侪啊。因所做比咱教会团体佫较侪。上车咱无去论伊的动机是如何啦，咱常常讲啊，因就是要做功德啊，企业家是为着要节税去捐献真侪的钱，为着要节税。但至少因伫这行动力是受到社会来肯定的。就因即摆企业界甲即个某一个宗教团体，因为着即个新冠肺炎的防疫，因联手去购买迄个 BNT 疫苗来讲，因对台湾的社会的付出是众人拢看会到啊。当然，咱毋是为着要拼业绩，才来成做别人的好处边。互咱咧做的原因是因为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就要成做别人的好处边。伊的重点是为着要实践主耶稣所讲迄个疼上帝、疼人的大诫命，也就是讲，咱除了爱通敬虔来敬拜上帝，比如讲咱照起工来参加礼拜，参加周间的聚会，也是讲参加团契、小组等等。上要紧的是，就要将迄个对上帝遐领受的话语，甲上帝互咱的恩赐来应用伫咱的生活中间。亲像讲，就要去关怀身躯边需要受帮助的人，也是讲去持守这个社会的公义等等。虽然伫耶稣的譬如中间，这个撒玛利亚人并毋是犹太人目睭中迄款真的以色列人，伊嘛无法度用正确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伫约翰福音第4章的所在，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咧对话，伫遐讲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耶稣讲，这个你毋捌敬拜的代志。所以伫一般犹太人的眼中，因无法度成做真的以色列人，无法度真正敬拜上帝。但是因却会通真正来实践疼上帝、疼人的大诫命。递到耶稣伊最后问迄律法师，讲你拍算这3人中间，什么人是拄着迄个贼的厝边？也这律法师应讲是林明义的人。耶稣看出这律法师已经掌握着承受永活的精髓，就对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另外这检视伫信仰这条路顶面，咱有时阵也亲像律法师共款，会用耶稣来提问：之最是我的厝边？之最是我的厝边？因为咱难免会受到家己的价值观的影响来判断，什么人是耶稣所疼的人，什么人毋是耶稣所疼的人。之最会通进入到伫教会，之最袂当进入教会。其实真正疼上帝的人，伊也会知影讲怎样去疼伊四周围的厝边。好像咱平常时所吟的一首诗歌。我用主的疼真实来疼你。伫歌词的中间有讲起，因为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阳光。咱是毋是拢会通看见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伊的心上拢有主的阳光？毋管伊是毋是基督徒，毋管伊是毋是咱的厝边。耶稣讲，因为恁若疼恁的，有啥物报赏？遐个抽象的，敢无安尼行吗？恁简单请安恁的兄弟，有啥物较赢人？外邦人敢无安尼行吗？所以恁着顺转，亲像恁的天父会顺转。对安尼，咱通知影世间人的疼是有缺陷的，世人的爱是有缺陷的，因为咱简单会去疼遐咱所疼的人，总是上帝的疼却是无条件的。因为看所有的人，拢是伊的心肝宝贝。求上帝帮助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拥有甲天父上帝共款迄款怜悯的心
会通遵行主耶稣所讲的大诫命。咱除了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也会通学习用主的听真实来去听咱的厝边。咱教会徛起伫这个所在，检赛就是要去实践这个款的听，去听咱的厝边。虽然有真侪伫咱社区中间，遮个厝边头尾，拢还袂认捌上帝，拢还袂有机会来到伫教会。但是咱是毋是会通用迄款听上帝的心，也来去听因，互因会通感受到讲，咱教会伫这个所在，确实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咱即年的中间一直咧做即个独居老人甲弱势团体的即个共餐。其实每一摆去见里长的时阵，里长拢会甲我真细多谢，讲多谢恁遮尔用心付出，互遮弱势甲独居的老人会当得到好的照顾。虽然有当时咱会想讲，这应该是里长的工作啊，但是咱既然是徛起伫这个所在，咱减无会通做较济，互人知影讲，咱伫这个所在所做，毋是为着要敢若去互家己的教会有好的名声，其实是因为咱出对听这个社区，听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咱愿意安尼去做。所以每一摆里长拢会甲我真细多谢。因为咱愿意去照顾伫即个社区中间的弱势，求主帮助咱，互咱教会毋是干那家己内底咧闹热闹定，搁较要紧的是，咱会外也有真侪需要福音的人。好像就主要所以找迄个70个人出去共款，虽然去拄着一寡问题，拄着一寡阻挡。但是咱知影讲，咱咧做，就是为着要互福音讲传，互人人拢会通领受救恩。求主帮助咱，互咱通过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咱拢成做一个听上帝、听厝边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有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国度内底，阮感谢你，因为你大心拣选阮，是爱阮成做你的见证。通过基督的救赎，阮真心来称作是上帝的后生甲查某囝。主，阮愿意来遵趁你的旨意来行，因为你意爱阮，将福音活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毋是用嘴来讲福音，阮是用生命来见证福音。主，我阮每一个礼拜，愿意拨时间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上帝，是因为阮知影你听阮，你也意爱阮。伫咧礼拜结束以后，阮也会通将即款的听来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无论是阮的亲人，是阮的厝边，是阮的同事、阮的同学，主因拢是上帝你所拣选的人，也是你要救赎的人。帮助阮，互会通用耶稣的眼光来去看见因的需要。主，阮毋是掠家己的价值观来去判断，什么人会通得到救，什么人无法度得到救。之所以会通进入教会，之所以袂当进入教会，因为阮知影，这拢是世俗的观点。阮独独要领受对上帝遐来新的眼光、新的看见，因为你要爱阮，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就是将阮对上帝领受的听，也会通活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帮助阮伫即个社区内底，阮看见也有侪的事会通来参与，
互阮拢无将即项事，将即个代志当作是甲阮无关，帮助阮，互阮会通搁较看见着即个社区的内底，也有侪侪的厝边需要阮来伸出援手，互因有机会也来领受着上帝的疼。阮安尼献上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煞接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宽恕。圣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宽恕，爱学无快受气，伊无怨愤熬怜悯，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宽恕，伊捌踮悬山顶，甲咱天父相见面。我爱做伊学生。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宽恕，爱学无快受气，伊无怨恨熬怜悯，常常温柔谦卑。天父相见面，我爱做伊学生，我爱学主的宽恕，爱学伊大听堂，使人受人派宽待，要顾好宽待人。请坐，这碟咱要来举行圣礼典，请牧师来主理。咱三个来吟圣诗363首，三个八饼咱同心来跪落，咱来坐地吟全首。三个八饼咱同心来跪落。
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人来开门的，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恁见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代心，咱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释传长老甲侍奉长老来服侍。欢迎已经领受洗礼、圣灵洗礼甲献身的兄弟姊妹，会通参加来领受主的宴席。咱无分教派。咱只要已经有领受洗礼，拢通来领受。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饼无？
主要所讲，这是我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三个来领受。这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行伊来纪念主耶稣。请服侍张乐。主要所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行伊来纪念我。这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行伊来纪念主耶稣，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
即点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奉献，请借用即书甲约翰即书来施献。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请坐。即点咱来同心坐声来读咱即礼拜的金句。伫咱周报第2面会同下骹遮本周的金句，咱用台语咱来读2遍，华语1遍。来，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搁一遍。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来华语，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后来我来报告有关咱教会的这个消息。请咱看咱周报第3面的第二项吼。咱今日举行圣礼典，甲咱的主耶稣共赴主的宴谢吼，求主帮助咱，搁再一遍吼，思考主的死以及主的国活，甲咱的性命的这个关系吼。所以咱教会吼2个月拢一遍吼，所以这就是要互咱咱会当逐遍拢甲主同齐道的时来省思咱的主的死是为着咱的罪所以请咱搁一遍来省思。第三咱今日要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求上主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互每一位伫10月出世的咱的兄弟姊妹人生的路径拢有油咧伫佫煞接第4项咱小等的咱牧师有要来为着咱即礼拜是中央节的即个主日所以特别要赠送70岁以上的咱的兄姐礼券1份求上主赐福年长的兄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小等咱牧师会发即个礼券佫煞接第5项。咱即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咱的查经的部分是请依然是咱的牧师来主理，祈祷会请侍奉长老来主理所以会当请咱的兄姐来踊跃出席即个咱的祈祷会
那即个位个较远的吼，上班袂赴吼，咱原来有即个线顶的即个甲咱来参加吼，咱即嘛有几位兄姐吼，拢有咧参加吼。佫续接第六项吼，请咱的即个教会各肢体吼，特别就是咱的学青团契、社青团契、上青团契，甲圣歌队吼，咱伫个即个月底，就要完成咱的会长、队长的改选。为怎样？因为咱伫个11月20号，咱要举行事工研讨会吼，所以即个新队长新的即个的干部吼会长、队长等等就会当参与即个事工的计划并且来大家来讨论吼，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吼。第7项吼咱即个顶半年度因为咧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无举行咱的为牧师馆的贷款的即个献小猪祭吼但是吼因为咱检测咱真侪兄姐已经伫顶半年度已经将咱的即个迄个小猪吼已经饲甲拢饱饱吼饲甲足大只吼，所以足肥的吼，所以咱嘛望讲伫即次咱伫下半年度即个将甲顶半年度一齐来合办吼，所以咱会当将咱的迄个顶半年度迄个所饲的即个小猪会当共款摕来遮做即个小猪祭吼即个是咱教会即非常的好的即个奉献的即个事工吼，因为咱即个牧师馆贷款，牧师馆叫买迄阵吼除了互咱的兄姐自由来奉献以外吼，迄阵咱的即个小会有咧讨论要安怎互遮尔好的事工，互咱的会友吼男女老幼吼，为大汉老的细汉拢会当参与遮尔好的事工吼所以迄阵咱校长老就想出遮好的即个办法，因为即个细汉囡仔吼因无法度像咱大人有固定的收入嘛所以因遮日常的即个一寡钱吼南山钱吼，就会当放在即个钱筒内底吼，咱小猪内底所以一直以来，这就是咱教会一个真好的即个事工吼，所以咱每年吼即个拢会举办吼。那么真感谢主吼，咱即个牧师馆贷款吼应该是得要完成吼，因为伫个咱全教会即个大细汉吼即个奉献努力下面吼已经大概得要结束吼所以望讲咱阁在即个最后一里路吼，咱继续同心拍拼来行将咱即个事工来甲完成吼续接有关咱的代祷的即个事项有具体代祷、教会事工、国家社会甲普世即个代祷吼，请咱来看吼伫个周间咱就会当照这事项来祈祷。那么续接下周的讲题圣经诗请咱家己来看吼伫个第5面部分有关咱的奉献的报告请咱来看吼咱原来真踊跃为着即个明志教会的即个建堂的来奉献吼即个咱的较早迄个咱的神学生季平方的牧师吼伊应该是会当对咱的真深深的感谢吼咱的兄姐真关心吼顶礼拜的一寡因早来遮的咖啡啦吼汤等等嘛应该是拢剩一时啦，咖啡敢若拢无啦吼所以大家拢真踊跃真关心吼佫刷落咱的下周的即个事项吼请咱遮事项者来注意来准备心佫在咱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续接补充报告甲亲睦的部分请咱牧师来处理。大家这个平安。有2礼拜久无看到吼，感觉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年牧师拢会安排2礼拜的休假吼，主要是要毋是简单休困啦吼，主要是要过去计划明年明年的一寡事工的意向吼，伫这休困的中间来求主互我有一个方向吼，所以咱今年度的即个主题军队耶稣军队基督一定有4年的时间所以咱明年开始会阁制定一个新的目标、新的主题犹原是会有4年的时间咱是朝向即个主题来去进行可能过来就会报告互咱兄弟姊妹来知影讲，咱明年度的主题的方向伫什么所在有关即个圣礼典的部分，其实因为咱是3月份举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6月份甲8月份拢无举行所以若是照中会规定是讲当会一年圣礼典拢爱6摆啦所以过来对9月份开始就是拢每一个月拢会安排圣礼典所以11月犹原是第2礼拜有安排圣礼典，12月嘛是有安排圣礼典所以求咱请咱大家拢会通备万心来去守圣餐伫今日金句台语的部分有减一句话就是上尾句的头前减一句恁若三听啦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学生这可能我咧剪贴的过程中间到搞去咱若是有笔个通甲补一个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好，伫遮大心要来为着10月份来庆生啦咱10月份生日人嘛真济10月初1是赖达10月初6是佳慧，初8俊伟，17韩珍22是苏玉姐，24宋恩26是美芳，27是以恩29是允乐咱请遮的寿星会通起立若无念到恁是10月份生日的拢会通起立为恁来庆生来，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即个生日快乐歌的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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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恁伫今日甲国家共生日愿上帝施恩祝福过来咱要来举行重阳节的即个赠送礼券咱请即个70岁以上的兄弟会通起立毋免客气你若满70岁，拢会通来得到教会为恁备办的即个一个礼物咱请70岁以上的会通起立你若认为讲你还未70嘛是会使啦。这的长辈拢是咱教会的宝贝咱爱甲因珍惜等者毋通请因讲你爱请咱食饭呢。好拄则有报告就是讲咱国团课甲圣歌队伫10月底之前爱改选
因为咱伫11月有曙光检讨会，这新的会长甲队长爱有一寡曙光的计划，通伫曙光检讨会中间来做报告所以请咱这各团体则特别注意所以伫遮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咱相信团体咱一定几若个月拢因为这疫情有暂停，过来这个礼拜10月15拜5，咱有要举行相亲团体的聚会除了是要改选会长搁较要紧的是讲，咱嘛会通伫即个疫情有较和缓的即个过程内底咱三个组织会通互相分享甲带导所以伫遮邀请咱相信团体伫即个拜5的确都爱来出席咱互咱即个聚会的恢复，甲即个会长的改选拢会通顺利好，毋知咱集体中间是毋是有特别需要带导的咱爱为着迄林辉峰长老来祈祷伊真直接有开刀开迄个心脏即摆已经倒来到伫厝里收养倒来到厝里收养所以求上帝继续来保守互伊迄个恢复会通赶紧来得到医治好即时阵特别为着辉煌长老甲今日受请咱会通同心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每一个月拢有侪的受请感谢你，你过去带领因保守因，互因对出世以来也领受对上帝遐来的恩典，也特别大的恩典就是因会通明白耶稣成做因的救主。主你帮助保守因互因每一个人拢会通有勇壮健康的身躯，也无论是咧工作的，是咧就学的，上帝你引带因，互因拢会通有好的见证，来成做你的学生。阮特别为着辉煌长老，求上帝你医治的大官兵来下伫伊的身上真一阵因为手术心脏当去到伫厝内伫咧疗养休困，求上帝你也通过即个收养互伊的身体渐渐来恢复元气，也互伊会通量早来恢复健康煞搁一摆倒来到伫阮的中间，三甲敬拜上帝阮特别感谢你，因阮知影伫阮国家疫情指挥中心的努力阮实在是得到你真大的疼痛阮伫每一工看见即个染疫的人数拢有得到真好的控制。求主你也帮助阮互阮通过这疫苗的注射，互阮得到真好的保护力总是阮也爱做好防疫的措施互阮伫每一工的生活无搁再互这个病毒来困扰阮为着有做第二剂这个兄弟求上帝你保守看顾检测有人做了身体有感觉较无爽快，求主你互因也会通伫你的灵敏疼惜下面量早互即个无爽快来得到解脱愿上帝你继续来保守阮头前的路站，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刷请咱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愿上主大仁爱，引点我心爱。愿主应更偏教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性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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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